该你了，该你了。我真正有影是叫我。有力啊，对不对？对，我要创啥？啊？我唱歌啊。鸡啊被欧白冰冰。人家都以为说陈英杰只会唱歌，其实他戏演得不错。马上来一个离婚记，好不好？哎。怎么算？好。怎么样？啊紧的啦，穿衫穿啊紧，然后起你要吃食饭，紧。今天我不太想去，你麻烦你跟市长说一下，我有事情，好吧？什么有事？人讲讲好啊啦，袂使安尼啦，较紧的啦，凊彩拍的啦。查甫人爱选择查甫人，莫安尼，安尼拢查某人出头哪会使？我想要告诉你一件事。啊，什么事？我们两个不和。啊？我觉得这一段婚姻，可能应该是到结束的时候。你即马讲啥？你即马讲啥？咱即马才结婚尔呢，啊结婚就要到结束，什么意思啊？啊你看足无的哦，你哦，哈。我坦白甲你讲，我甲你演这戏，刚刚无什么。这个时阵。等，我再来一次。要奶嘛，对不对？好，那我用奶来，换一种哈。张飞，人市长要请食饭呢，今天我今天不想去。不要这样子啦，我们跟他讲好了啊，我们跟他讲好了，无去比赛啦，歹势啦。我今天心情不好嘛。慢点的，我陪你去啊，好不好？我不啦。干什么？你傻呀！我塞太紧。我不啦。还要继续演啊？要。罢了。从头到现在还没好好听到一首歌，来，陈英杰小姐给我们唱一首歌。我唱最近我出的一张片子里有一首。好。好我嘴。好我嘴，来，婆想拍哦。好我嘴，好我嘴，唔通好我心碎。予我来饮予到有开，虽然我心要付开，心肝刺痛像针尾，今夜的烧酒掺着泪，请你着予我醉。谢谢。刚才讲到一半了，以前我们在嘉义的时候主持节目的时候，贺一航其实那时候还是歌星呢。哎呦，唱那个苏拉虎的歌曲还蛮有味道的。以前那个歌唱起来蛮适合我们的年纪，对吧？起码唱起来现在还是很适合，什么西门町，什么雨夜的西门町啊。在一个寒冷冬季。这个好不好？他不会弹呐。这开玩笑，孔锵哎。哦，你躲来。啊，真的不会弹呢。雨夜的西门町。哎呦啊！调子不对呀。再一个。紧张。在一个寒冷冬季，大地披上寒意。哎呦，我独自漫步在雨夜的西门町，望着那绵绵细雨，孤单地等下去。你望我，我也望你，默默无语在心底。你不说话，我也不语，就是这样，我爱上你。还有人叫安可。慢，因为
为这个画面很难。我的后援会来了，我的后援会来了，终于到了，是吧？这个是你要对自己有自信，干嘛？你的后援会一个都没有，还是他们讲。其实你真的，你除了脸变了，其他都没什么。我是颜面神经嘛。不是颜面神经，我刚才在旁边，我真的很感动，因为以前你唱这歌的时候，你跟现在比啊，那个脸的宽度差了1倍，真的差了1倍。哎，你有一条歌，想要给你点一个小题。哎呦，蓝蓝的天，蓝蓝的海。哎呀，说到那10几年这驴大哥这个歌流行的时候，你在台上唱，我在台卡看，哎呀，一个俊俏的少年，实在是很难想象。脸哪里像你们大家到底是捧人家还是在宽1倍？你看宽2倍，他的脸现在当场缩掉，缩成蓝蓝天蓝蓝海。哦，哇赞的，这个哇，我那个驴大哥也会跳。蓝色的，这是蓝色的，不，这不是。蓝蓝的天，蓝蓝的天，蓝蓝的海。哎呀，终于把它考到。搞错了。哦，这弄错了吧？大家都以为说孔锵永远不会出问题。当时我年纪小，我倒是觉得，其实他刚刚个人的感情表现的是够了。我们应该请陈英杰他们合唱的那种男女对唱的歌。什么酒醉？目睭两个问号哦，你啊！哎，卖安尼看，哎，你大个。哎呦，我跟你就是袂歹，什么你敢看呢？搁安尼看呢？哎，我是来罗军呢，你知影不？罗啥骨？两个人好好唱一下。一条手巾仔，好不好？你送我一条手巾啊，我会永远繫在身边。我无论千年也是万年，请你唔通放袂。哎呦，好哎！太低了，所以他要高八度唱。如果再高一点，你孔锵，你开容易在那关机。炮罐唱片。哦，什么人先出来表演，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啊！什么人？按姓名笔画序，避免引起纷争的情况啊。凤良是吧？好，请凤梨啊，好，凤良哎啊。凤娘那么好记的。你麦克风不会用啊？凤娘，凤娘那么好记的，就凤娘就好不？凤梨，你这么往来。哦，我个金蕉嘞，对不对哈？人都知影讲凤娘啊，对不？是不是哈？凤娘是吧？哦，欢迎他。帮忙介绍一下，你为什么会让她做干女儿？你一看就知道，就打算把她当摇钱树，对不对啊？那什么意思？通过了几关比赛啊21关， ？21关。哇，这个是不太容易。打倒了多少对手啊？不知道，哎呦，这个也未免太单纯了。一共赚了多少钱呢？不知道，我叫不爱相信啊！啊？因为那好像是类似车马费，打转安尼起来是差不多了。差不多安尼哦，我安尼差不多300几万哦。无啦。那听说你们两位最近有一个合集啊？哦。不是，是我唱片里面的，他跟我对唱的2首歌。这样子啊，那今天讲能姊妹的。真的，马上给我们带来一首，好不好？好，叫做什么？母家能姊妹。母子两姐妹。国语叫母女两姐妹，啊那第一我就好爱讲母家两姊妹。你都唔对，你在骗我，唔捌听，袂晓听台语的对。不是，啊无你讲母女，你讲台语怎么讲？你来讲啊。母女啊。母女台语边哪讲？母乳啊。那不是很难听吗？对不对？那如果要把它翻回，怎么变这样子？对呀，所以说要改为台语的话，词就变成母家两姊妹。哎，这个就厉害，听听看好不好？哇，先改轻松点哈，来。
心内只有一句话，你是妈妈的心肝宝贝，只要你平安，乖乖听话，其他对我来讲无所谓。哎，哦，健康嘛，对不对？还是袂歹，会使叫我用一个无哈？啊，会用是落座，好，落座。会使甲你合唱一个歌吗？好，还是讲要演一个，不要。市长要请吃饭，赶快穿衣服。给他暗示他哈，市长要请吃饭，你怎么今天那么慢呢？要跟你离婚。哎，我不是要跟你演这个戏，人这么小就会在想这些东西啊。我是要演一个父亲要带女儿去跟市长吃饭。有没有讲？我一句来一句去啊，煞中红的样唱的。好，听看嘛。输也无为你一人，秘密情意，谁知梦人心难心空。像天啊，会去。我是因为现在角度差太多了，我歌词煞袂记哩啊。伊若得甲你跪，你就来弹起来。哈对啊，几只开始？就是问题就是这啊，够贵哦。亲像你的人，我的心袂轻松，为你我心沉痛。好，NG，哦，就你像你 NG 啊哈，NG 啊，心叮当。哎，袂歹，真高兴。他等一下要好好发挥一下，好，掌声鼓励一下张红娘。接下来到了我们特殊才艺的部分啦，凤娘，哎，班主任好。你可不可以跟我们说说看？你台湾的歌坛里面唱闽南语歌的有江蕙小姐，有陈英杰小姐，陈小云阿姨，他们还有谁？还有黄以玲，他们几个人有什么地方不同？长相不一样。长相不一样，这个也算是一个回答。那么今天要给我们做几个歌手的分别，对不对？你第一个给我们唱谁的歌？干妈的歌。干妈的歌曲。哎呦，你来讲她的歌没什么特色。好，鼓励一下。谢谢。我醉，我醉，唔通予我心碎。我醉，我来饮予狗开。哎呦，我们今天要研究的是第一句。我醉，我醉，感情有出来，你自己觉得有出来吗？其实要这样。啊，对不对？那醉要有醉的感觉啊，对不对？一个人喝醉了，对不对？哦，干妈没有这样子做啊，好像被电到哎。好像被电到。哦，第二个人模仿的是张惠妹。还有哦。好像拍子过对不对？过了吧？没过，过掉拍子了。
好吧，请下次再要不要报名啊？哎，不好意思，在21关的，在我们这边22关过不了啊，要唱的、啊。哦，张惠妹的动作，哎，也要有啊，副歌啊。你是我的姐妹，你是我的 baby，oh yeah， 不管相隔多远，你是我的姐妹，你是我的 baby，oh yeah，oh yeah， 真爱这份感觉。哦，我还有一点事先走了哈。哪里有？你有看过歌星唱了一半，整个人笑到蹲下来的吗？感觉。好了好了，鼓励一下，谢谢。第一位为大家介绍的是陈莹洁小姐。谢谢。哎呦，大姐，好久没看到你。对呀、好久。最近又跟我们这个孔锵啊、李茂山啊、贺一航啊，哎呦，又主持新的节目啊，刚好在学习。学习哦。学习了。哇，真的，有些节目是要学习一下。小学的咩，对吧？那唱歌呢，我都不要主持，你来歌呢。带出来的新人可多了呢，尤其印象最深的是张凤娘。这一集来又给我们要推荐一个人，是不是？就是我们公司的一位新人吴欣达。吴欣达，欢迎他一下好不好？啊！大家好，飞哥好。哎呦，这个年轻人真是命不错，非常认真，还没有出唱片之前，他自己在学习很多的东西。是，他学些什么东西啊？但是最近在学歌唱啊，还有乐器啊，乐器也学，萨克斯风也学一下。他也学。先秀一段。我带来一首《雪中红》。雪中红。我以为接下来我要选总统。雪中红啊，雪中。雪中红，你唱啊？唔系啦。哦，来，好，我想拍一个。你是无力了安尼，不是啦，迄支吼，甲你同款，因为今日有人感冒啦。哎呀，这有声。哎呦，黄西田大哥鼓励一下。快点！我跟你讲，紧张啦，要多学一点。上送感冒了。会紧张。好吧，那接下来您给我们唱首歌，还是两位一起？我啊，我来唱一半就好了。好了。烧声，然后同样。降一半音者哈。哎呦，降半音哈，哦，这烧酒套咖啡，啊，一心容易休困。好，休困者。好，谢谢啊。伤心烧酒，无情咖啡，就好带来饮杯。好，谢谢。谢谢。新挂，前3个月前的，就是已经是旧歌了。我是安尼啦，我们出片率太快了嘛，对不对？超2、3个月就差不多苦瓜了。您到底出片出了几张了？从国语歌坛到现在，差不多79张。那还有一位，听说在我们今天课堂里面可以唯一跟你稍微比一下的76张，黄西田先生，欢迎他哦。嗨，大家好，大家好，多过76张。啊，无啦，不要这啦，不要这。他以前是歌星哎，他不是主持人。我知道啊，当然是知道啊，他是那个参政香歌啊。对，他的歌像最近金门王他们唱的一个叫做《长嘎巴》什么。追归。去年我有灌对那个歌好像本来就是你唱的。那个最早是黄三元。三元。好啦。唱一个，接着大家来欣赏一下，好不好？好，那个水鸡哈，水鸡啊，孔锵哦，那林姐你先休息啦，好，我来唱啊。嘿。阿妈头水鸡上爱食豆粉哦，爱食豆粉啊。迄田啊头，田啊尾，水鸡啊一国好，水鸡啊国好，好的声嗷嗷嗷。
啊，这甲不是老的水镜伫底哭，哎呦，底哭心爱的人啊，人叮当哦，人叮当哦。好啦，我先过来一个吼。来来来。